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月28的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寒流来也，云林拿来透早7点，干那6.3度，东部山区落雨雪，路也结冰，警员到现场交通管制。行政院新的女成员变多，包含财政部、海委会、侨委会、原力会拢是女性接手。另外，文化部长安顺由高雄市的副市长苏德接任。今仔日加2万外的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加3成，而且真侪人为着呼吸道、诺罗个流行感冒。相信真侪乡亲拢感受到寒流来也，有影寒甲日准。北地上低温出现伫云林的哪内，透早7点干那6.3度。东部山区也拢落雨雪，路也结冰，警员到现场交通管制，提醒民众上山得挂帘仔，得挂帘仔，驶较慢的才袂过去。照警察的指挥，车慢慢驶过。合欢山发连段透早温度降到零下5度，山区的路拢结冰，真侪车经过时阵拢失联，就算是装细链也共款。警方到现场指挥交通。大家小心，记得要打低速档哦，打低速档才能上山。宜兰太平山透早也落冰线，吸引真侪游客。园区启动动态总量管制，保持园区内面的车拢伫1000台以下，也提醒讲要开车去伫山顶要注意路结冰。目前也是提醒游客啊，如果你的车辆，如果你没有雪链的话那在前段比较风口的地方，还是会路旁还是有一些结冰，所以还是要小心驾驶啦。是。那如果有雪链，才能进入到建景之后的这一段这样。公路总局讲，若是要行经过第7架、第8架、第14架线，山区道路的状况较歹掌握，一定要穿好个人的装备、较小的衫裤，车链要装细链。寒流来，离北本岛遍地上低温度伫咧云林，早起温度6.3度，南投中寮是6.4度，25月透早会更较冷。到了明天的话，基本上我们都还是受到寒流的影响。不过跟昨天相比的差别是在于，明天的天气是比较干燥一点点的，所以云量比较少，可能会有一些局地的辐射冷却作用。也提醒大家，温度还会再下降。气象局继续发低温特报，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甲平湖，上个温度有可能会降到6度，就要到1月30开工迄天的日时开始，寒流才会慢慢减弱。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的假期要结束啊，疫情又变严重。今日就加2万外的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六是加3成外。有医师表示，最近来看病的民众，多数是呼吸道的病，还有落落病毒，也有真侪人是为着流行性的感冒。年假节结束，国内疫情已经有清关的情形。礼拜新增加27,759例新冠肺炎个案，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20人死亡。国内病例数比顶礼拜同期增加30.7%，其中一个慢性病史的40多岁男性，虽然做过3档疫苗，但伊半个月月了后，又原并发器官衰竭过身。医师讲，本土病例增加，可能是因为年岁期间部分诊所无开，无法度及时通报造成的。医疗机构在前2天开始正常门诊作业以后，那可能是有些民众呢，是不是有补通报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们要观察，就是说在年后的疫情是否会再上升？我想起码还要再观察1周的时间。医师分析，因为咱国 Omicron 感染已经进入第3波，预计年后若是确诊人数清悬，也未悬过前2波。呼吁民众若是未来防疫做法搁再放松，民众要爱做好自我防护加健康的管理。有临床的医师发现，因为过年连续2波寒流，未少过敏的患者症状拢变严重，像下骨发作，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幼儿的健康状况。在2岁内，他的表达没有那么清楚，那孩子可能有经验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听到的就是咻咻咻的声音，他是比较疲倦，然后吃得不好，比较累，这个也都是要小心。医师讲，年后门诊观测到呼吸道症状患者甲诺罗病毒造成的胃肠症状患者，大约各占1半。预计下礼拜开工了后，也会增加3成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行政院的新人事，这届女性的成员有变多，包含着桂冠碧玲接海委会主委。政务处长曾翠云是接财政部长，也那侨委会副委员长齐家清升起来做委员长，原联会是由现任的副主委张静文升做主委。另外，文化部长按算是高雄市副市长苏德接任，副行政院长郑文灿回应讲，拜一就确认成员的名单。
前副总统陈建仁要接任行政院长，头一波内阁名单公布，女性阁员的人数增加，除了经济部长王美花、劳动部长柯平春留任，立委关碧玲接任海委会主委，政务处长曾穗云接任财政部长，侨委会副委员长齐家清接委员长，万宁会主委由现任副主委张静文升任。民进党政府在过去的7年到现在终于有所提升，我想这一点还是要予以肯定。对于文化部长李永德转任政委，传出陈建仁甲高雄市长陈其迈就将，确定副市长苏铁接任文化部长。苏铁进入想法，继其催生博尔，更加高雄打造成最雅士的城市。我们看到的文博会、台湾设计展，许许多多的活动都在他的经营当中，让高雄不再是文化沙漠。不过，内阁改组的名单依然有真侪高面长，国安团队除了国安局长换人，外交部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勇、甲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拢归位留任。争议较大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卫福部长苏水元也渴望留任，引发质疑的声音。民意质疑非常大的几个部会并没有来去做部分的更动。民进党正式走入这个派系共治，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英帝国，还是持续的来去做一个整个执政。柯成员讲，内阁改组无新意，用伫维持现状、稳定政局。国民党李桂敏强调，内阁成员必须回归专业，若无只是换汤无换药。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副总统赖清德一透早就去到台南的台湾首庙天坛来拜拜，祈求疫情紧收煞，也希望台湾人团结，互景气变好。另外，因为寒流来，台南的气温甚至是落到6.7度，有民众为着要领到赖清德亲手本的红包，唔惊风寒，半暝就来排队。赖清德，赖清德，加油！沿路乡亲一直喊加油，副总统赖清德由台南市长黄伟哲加其他党内立委议员陪同，这个初7一早起到台南的台湾首庙天坛参拜，奔福地现场是百家乐乐堂。寒流来，台南的温度是降到6.7度，有民众透早2点唔惊寒就来排队，并领赖清德亲手本的福地。无带。哦。几点来啊？2点。那本内面装1块的福地，那向乡亲恭喜新年快乐。伊讲这个福地是蔡总统甲伊联名的，也提醒乡亲爱放伫咧在位，效果会较好。伊讲来参拜是为了要祈求国泰民安，也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对真侪国际机构有笑台湾会甲全世界同款遭受到无经济影响，伊讲只要同心协力，就当突破难关。进入这个12生肖的兔子年，表示啥是幸福，吉祥、充满希望的一年。所以咱只要共心拍拼，咱一定会当突破各种的难关。因为赖清德这么也是民进党的主席。互人点名是2024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伊伫过年的行程是百家满满，就是要到基层的第一线，重新带民进党高得到民众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今日是去到台北灵安社参与新春的团拜，祈求市民平安健康。张因兜拄迎接第3个囡仔出世，外界也真关注生囝补助增加的议题。蒋万安表示，会尽全力，让台北人口会当拼转来250万。讲大路体验传统艺术北关客家，这个初7，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台北灵安社参加新春团拜，祈求市民平安健康，也感受北关乐的活力，体验最著名的北管曲艺，同时也感受北管乐的魔力。刚刚有小试身手一下。感觉非常的新奇。看到现场真侪囡仔来参加，伊对以后推广传统艺术是更较有信心。伫过年期间，这个初6，市长夫人阁生一个后生，和市长规家伙仔欢喜迎接第3宝。市长有得到第3宝嘛？我们7月8日上面都有高钱，这个高盐是保佑小朋友平安长大最好的一个护身符，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送给蒋市长。外界也关心台北市规划加码信用奖励金，是不是回溯到去年12月25日上任迄天？眼里我们生第1胎，从现在2万提升到4万，第2胎4万5，第3胎5万，所以我们目前也正在盘点相关的裁员，也会尽全力尽速来达成这个目标。
要互台北市的人口搁增到250万，若是增加生育津贴，蒋万安讲会建造更加好的居住环境，提升人口，强化城市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伊翁婿去年伫一岛互人攻击，即马3个月过去啊，警方也公布监视器的画面。这个嫌犯互掠去了后，到当时拢无悔改。也那佩洛西是表示，无想要看到翁婿互伤害的画面，也无要搁讨论这个案件。Hi, drop the hammer. No. 警察才拄警告，叫伊甲讲推啊放落来。老喙手的这10人就甲讲推啊抢过来，对这穿困衫10人一直攻落去。当中发生的情况，警方赶紧甲这10人压掉咧。利用攻击的这10人已经倒伫涂骹袂叮当。轰破这10人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翁婿82岁保罗。去年10月，伫加州旧金山太平洋高地行街，互歹徒走入去，被攻击过程。旧金山当局拜5公布警察随身的摄影机，也搁徛过监视器以及报案电话这资料。对画面上因看到42岁乡手德培普去年12日被深夜用钢推啊甲玻璃攻破，走入去佩洛西住的所在。当时人伫厝内底，保罗北卡911来求救。This gentleman just came into the house, and he wants to wait here for my wife to come home. 0, 2, and so, 4, and 48. Anyway, he told me to put the phone down. Do you know who the person is? No, I don't know who he is. He has this. He's telling me not to. He's telling me not to do anything. 警方赶到现场时，保罗已经互德培普劫持，并且用钢推啊攻击重伤。德培普互抓到了后，被控52岁，虐待老人这罪名，不过伊拒绝来认罪，并且讲佩洛西甲民主党迫害进前的竞选对手川普，家己是执行任务。Made you regret that you did this? You know, I mean. No, it needed to be done. And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seeing the deadly assault on my husband's life. I won't be making any more statements about this case as it proceeds. 这画面甲音档原本是法庭的证物，法院因媒体要求来裁定公开。不过佩洛西表示袂查看这资料，也袂谈论案情。德培普的公司辩护人士批评，公开证据恐惊影响审判，是严重错误。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伫宗教圣地东耶路撒冷一间以色列犹太的教堂，拜五发生凄惨的枪案，至少7个人死去，真侪人受伤。以色列警方随甲凶手断死，佮讲这个凶手是巴勒斯坦人，讲这就是恐怖攻击。不过，伫枪案的前一日，以色列也拄攻击巴勒斯坦，至少9个人死亡。遇害者倒伫个街路顶悬，规个面火晒晒。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拜五爆发流血枪击案，当地时间27日暗时啊，有一个枪手伊驶车去以色列站的东耶路撒冷一间犹太教的教堂外口，对呾结束祈祷当要离开的这个信徒开枪扫射，互原本宁静的教堂一目呢啊，煞来成做凶杀案的现场。He managed to slaughter 7 innocent civilians. There's multiple victims in various conditions. Right now, all I know about the terrorist is that he's a 21-year-old Palestinian from East Jerusalem. 枪手是刷到去由以色列警察甲弹死。警方表示讲，这件枪击案是这几年来上界严重的恐怖攻击。不过无讲明这个犯案的动机。总理纳坦雅胡了后，去这个案发的现场去巡看，并且呼吁群众都要克制。אני רוצה להדגיש שצריך לפעול כאן בנחישות ובקור רוח. אני קורא לאנשים לא לקחת את החוק לידיהם. לצורך זה יש לנו צבא ומשטרה וכוחות ביטחון, והם פועלים ויפעלו לפי הנחיות הקבינט. 不过，部分巴勒斯坦的人煞伫大街顶悬咧庆祝，因为案发的前一天，也就是伫个26这天，以色列的安全部队才来攻击巴勒斯坦一大城镇，至少9个人死亡，其中包含平民，引起巴勒斯坦的群众烽火成刀。巴勒斯坦当局嘛宣布讲要暂停甲以色列安全协调，并且发射火箭来甲报复。以色列来发动这个空袭来甲飞击，双方的情势真正紧张，又搁爆发这个枪击案，国际社会烦恼讲，以巴恐惊会引起新一波的暴力冲突。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镜头转来国内，台北捷运连续2日拢收到批，
恐吓讲要伫月台放炸弹乌白杀人，警方加强巡逻，追查这个 IP 了后，发现嫌犯是用境外 VPN 发配。最近几六条恐吓的案件，可能拢是同一个捌来台湾读册中国学生所做的。伊过去阁恐吓过要炸总统府，检方也顿咧侦办。在军中队专副部长也曾出现在台北车站，对着捷运月台来加强巡逻。无放过粪扫桶、便所、消防设施，才可能藏有爆炸物的所在。因为台北捷运连续2天受到恐吓信息，讲要伫捷运的月台放炸弹甲随机杀人。没有碰到，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大家都在搭嘛。个人是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威胁的讯息，就应该不是真的。台北捷运随通报警方，捷运警察队接报了后，加派警力、各站保全甲站务人员唔敢大意，展开安全的检查。在群众队也进驻重点车站来加强巡守。警方追查 IP， 发现嫌犯是用境外 VPN 跳板。检判最近最前相关案件拢是同一个犯罪集团所做，无排除是一个捌来台湾读册中国籍男学生，借机把恐吓对台北101的导炸弹炸总统府，专已经拨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这个案件的我们分析。今年以来，6件发生的这个恐吓北捷客服信箱的这个邮件这个恐吓的内容跟手法似乎是同一人所为。都有提升我们保全的能力，我们有派有精英保全，这些精英保全就有比较特别的这个战术啊，或是其他的这个专长的能力，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列车上可以协助加强巡检。目前我们都已经有加派巡检。台北捷运维安即阵无进一步升级，不过有加派人力来巡守，也出动精英保全伫重点车站特群，那民众坐车时阵发现无正常状况，也直接经由对讲机通报站务人员。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指示捷运警察队加强巡逻，提升维安等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查甫人家暴因某，因某去申请保护令，这个查甫竟然趁保护令还未发落来这段时间，走去因某的后头厝，甲因某抬重伤，佮放火。加在消防即时到场拍火，甲人救出来。警方也随伫台中抓着这个查甫人，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个查甫人14透早，一手赶汽油桶，一手提锁啊，去因牵手伫咧台南下行的外头厝后壁，沿着铁通爬去3楼入去厝内，各因牵手甲囡仔的房间内面要抬因某。一进来就勒我，就是要让我死，完全不给我活命的机会。做牵手的重伤，做红婿明知影讲囡仔就伫咧厝内，一个放火逃走。好佳在消防队接到报案时赶来拍火，甲人送病院。好佳在甲命救出来。要警方伫台中抓到人，持拘票在台中市将日前拘捕到案，全案依刑法杀人罪、杀人未遂、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家属讲，这位犯人因为受到因翁家庭暴力，申请保护令，随后2个人也佫为这件代志出庭。无想到讲，这个查甫人竟然趁保护令也未合法，想要杀因某。律师讲，保护令分做3种，通常保护令需要1个月到3个月审理期，那直接报警就能申请紧急保护令。家暴事情发生的时候，到警察局立刻报案，说要申请紧急保护令，那警察机关就会代为提出申请，4个小时之内，法院就必须做成决定。生活顶的空水甲烧甲乌臭大的厝，互牵手甲家属心内拢真惊。律师讲，台湾虽然有保护令，不过欠缺相应机关严格执行，造成对被害人保护无够。呼吁救援基金会是提醒讲，若担心施暴的人知影受害者行踪了有伤过激烈的行为，会当甲警方甲社工讲，评估是毋是当带伫咧庇护所，以免家己甲囡仔会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过节，真侪人拢会点灯祈求平安。宜兰的传统技术中心就推出替宠物点心灯的活动，会使保庇咱宝贝的亲人。另外，园区阁有一个顶头的展览，互民众会当了解台湾的顶头文化。几老只扮做白灵丝的演员伫街仔路表演，在生爷嘛出来发糖啊，互大人囡仔。初七的宜兰传统艺术中心介绍节，嘛有人来园区内底文昌庙点心灯祈福。保平安的对象真特别，是引导狗水的狗啊。我们是从新店来，就是毕业那天养到狗狗，然后就希望它跟我们一样都平安长大。对。
团结中心的文昌庙是济工艺大师同齐起来的。除了传承建筑手艺，嘛甲台湾传统的宗教活动传落去，点心灯就是其中之一。即阵阁配合现代社会，真侪人拢有饲宠物，嘛替宠物点心灯。专门针对咱的头生啊，就是咱即马讲的宠物专用的书文所以爱先写。伊即张呢爱编过互神看的。阮点灯呢，回归到上传统的，就是灯就是要有温度，所以阮是用传统的蜡烛来作为即个灯的火。即阵团结中心嘛有一个顶头展览，甲全国各地出名的顶头文物借来摆，佮翕一支影片，展现疫情期间顶头为众生消灾定衰的故事。就是由台湾的5种施政，然后配合天神镇煞除灾的一个故事内容，希望就是借用整个影片内容，将这些不好的一些瘟疫呀、灾害呀，就是让他们就是退出我们的一个环境。过年了后，顶头展览会阁继续展，民众通来遮了解台湾的顶头文化。记者林书张玉水宜兰报道。咱来看绘本作家海狗厝头家，用伊囡仔时代的生活经验，创作2本菜市仔、果子园有关系的台语文绘本，希望互囡仔轻松认捌菜市甲果子的台语，也毋忘继续创作，互讲台语真做是囡仔的日常。用轻松的歌曲带动唱，增加囡仔对台文绘本的印象。作者海狗厝头家伫2020年10月发表2本台文绘本，甲阿公洗菜市仔、阿嬷的果子园，以家己囡仔时的生活环境做背景，用浅白生活化的故事，带小朋友学台语。拢会把这头毛安尼后壁敢一条球，细汉爱去甲戳安尼，所以画家伫陪伊度咧画的时阵，伊就甲阿嬷画作安尼。这是阮阿公阿公阿嬷伊脚踏车，甲阿公洗菜市啊，这一开始都阿公去牵铁马，伊讲要骑铁马去洗鸡，这都是阮以前定定转去的时阵第一印象就是阿公脚踏车带就见乖安尼出去。甲阿公洗菜市仔，讲的是阿嬷交代公孙仔2个人去买菜，结果全部买唔到的趣味故事。阿嬷的果子园用主角营养的角度去认捌果子的名。创作过程当中，海狗厝头家讲印象上深的，就是台语的用词。伫阿嬷的果子园，我有发现一条西瓜，想要食，结果阿嬷去敲迄个西瓜，咔迄声，听起来是。也袂教训也袂教训这个词以前细汉拢有听过，不过足久无咧用，拢袂记的。所以我迄阵是写西瓜也袂熟，老师甲阮教是该教训教训这词阮看着感觉讲真是以前定听着，而且迄词真优美，嘛真文雅安尼阁有迄个水分的感觉。白菜、葱头、桂米，我拢会记哩。读绘本的时，先互囡仔熟悉台语用词，再搁配合画图甲唱歌，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支持。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咱伫生活中若讲讲咱的原来语，对于来讲，迄个是咱的语言。就是母语是应该必须被流传下来的。那我觉得就是要支持母语的绘本。简单的故事内容引起家长的回响。作者讲，为着引起囡仔对台语的兴趣，未来考虑创作更较侪生活化的故事。继续搁写这2本册，比如讲婴仔甲阿公米烧炊啊，甲阿嬷拍面皮啊，拢是生活当中的代志，小的代志温暖好笑笑开的代志安尼。将母语传承落去，海狗厝头家希望透过台文绘本，创造亲子之间用台语互动的机会，互台语真做处理自然的语言。记者麦尚英、曾俊由台北报道。今日有影足寒，咱做伙来看气温的资料。基隆到新竹是9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是8度到19度，嘉义到屏东是8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是10度到19度。
天哦，金门马祖是6度到1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